多謝主席。我都係想去翻嗰個定義嗰個問題嗰度。嗱，今次嗰個解釋咧，嗰個邊條法例管乜嘢嘢，我有個比較清晰嘅印象㗎啦。好啦，但我想去翻嗰個實際操作嘅層面個角度去理解呢樣嘢。唔去講個氫氣嗰個即係同混合啊嗰個成分呢啲嘢先。我純粹講翻就係受管制同唔受管制嘅氫氣。第一個技術問題我真係唔識嘅，究竟受管制嘅氫氣同唔受管制嘅氫氣，實質喺應用操作上面，佢嘅成分係咪有差別嘅咧？嗱，如果佢嘅成分係有差別嘅話，佢無論喺個製造、運送、供應、儲存呢啲成套嘅講俗啲架生裏面，究竟佢係咪個設計係唔同嘅咧？咁啊，但係如果佢成分係完全係一樣嘅，咁嗰啲架生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啦。咁我頭先聽到咧就係話，如果係非燃料用咧，佢就可能有個標籤咁樣。咁我又想知翻就係究竟嗰個標籤係幾時俾佢嘅咧？嗱，譬如我純粹用一個容器嚟計，同一個容器如果係可以適用於呢個受管制同埋不受管制嘅情況底下，咁即係話純粹係認個標籤嘅啫，其他係冇識別嘅。同樣嚟講，一個供應系統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同一個管道、同一個即管話生產嘅一個設備，係可以供應到受管制同不受管制嘅咧？喺呢種嘅情況底下，即係真係落地嘅情況，個操作會係點做？點樣將呢條法例裡面嘅建議落實得到咧？多謝主席。好，唔該林筱魯議員。政府邊位同事？李俊源。我請機電工程署同事解答。多謝議員嘅提問。咁頭先個問題咧，就主要係講緊係喺受規管嘅氫氣同埋唔係受規管嘅氫氣嘅分別。喺嗰個容器方面，首先講我諗由呢個容器方面去入手。如果喺295下邊嘅，佢會有295嘅標籤。喺51下邊咧會有51個標籤。咁啊標籤咧幾時擺落去咧？就係佢嗰個容器喺審批嗰陣時就要係寫係指明用邊隻標籤落去。即係譬如喺51下邊嘅容器咧，需要機電工程署將來需要機電工程署去審批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會有機電工程署個標籤。咁用呢個標籤咧，已經分到個容器咧係用喺邊個範圍入邊嘅。咁當個標籤落咗之後咧，個容器咧淨係可以用喺嗰個範圍嘅氫氣使用嘅。咁呢個係嗰個容器方面啦。咁喺成分方面嘅話咧，我哋呢個51入邊咧會規定嗰個將來51附例入邊會寫明嗰個品質嘅要求、質量嘅要求。呢個會有要求嘅，對氫氣嘅質量會有要求嘅。咁至於295入邊咧，就可能要視乎佢唔同嘅應用嘅場景，會唔會有任何嘅要求？呢個我哋就未必會係去睇個情況啦。咁兩者嘅應用咧，可能兩隻容器咧所受到嘅壓力係唔同嘅，會係可能相差好大嘅。喺受規管嗰個氫氣入邊，即係喺51下邊嘅氫氣咧，佢受嘅壓力咧。所需要可能去到350大氣壓力，甚至乎700嘅大氣壓力。咁但係喺295下邊咧，個受嘅壓力就好少嘅，可能係200或者200以下都有可能嘅。咁所以咧喺成個生產鏈嚟講咧，會係區別會係會有分別嘅會。咁我哋會有足夠嘅標籤去標示兩個系統嘅。咁可唔可以簡單跟進咧？即係話。如果本身因為佢純粹講緊個生產同埋個儲存咧，其實個器具或者裝置都可能有明顯嘅差別嘅。好啦，落到應用層面，會唔會係
可以交叉應用嘅咧？咁樣嚇。喺應用層面就唔可以交叉用嘅。如果用喺輕燃料電池車輛入邊嗰啲氫氣，就必須係有相關喺51條例下邊嘅標籤嗰啲氫氣先可以用嘅。或者我問得更加準確啲，我用翻即係汽油呢個情況嗱，紅油佢係唔可以用嘅，不過佢用咗，佢用到嘅最緊要。我其實具體嘅問題就係喺兩種嘅燃氣，即係非不受管制嘅氫氣，係咪可以用嚟作為燃料用？呢個即係我咁樣問法。如果佢呢個係使用者啊，唔係製造者。使用者真係咁樣用咗嘅情況底下，即係一陣我哋逐條審議嘅，我會再睇。但係呢個場景，我想你了解。我個問題就係指究竟係咪可以互換使用？唔可以互換使用嘅嚇。